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伫咧台湾时间14早起，这美国航空的 AA1006班机赶紧绕伫咧科罗拉多州的这丹佛机场，也搁伫咧华盛顿顶头伫咧走时阵，所发生严重导火，172名乘客含6名机组人员拢有逃生，其中有12个人因为轻伤送到病院治疗。 火粉濺甲规个厝行道，小可当看到飞机，也甲无用逃生旅客的身影。这是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发生事故的班机，是属美国航空波音737-800型客机，航班编号 AA1006。当地时间为100多公里外的科罗拉多泉机场起飞了后，因为严禁各样，机师决定紧急转降丹佛。 伫降落过厝到C300号登机门了后，正面严禁线导火。 同一时间，机组员引导部分乘客先为机门无导火的倒边及时刷去，再搁由机场用楼梯互乘客落来地面。另外一部分的乘客是为机身后端的机门直接用导升梯落飞机离开。这是2025年美国航空第2届传出的重大飞安事故。美东时间1月29暗时编号 AA5342号班机，伫准备降落华府的雷根国际机场前，甲美军的乌鹰直升机相撞，2台飞机顶拢总67个人全部死亡。这是美国境内24年来上严重的空难。对于上新的这件事故，美国航空的书面声明，敢若讲到甲严禁有关的问题，那是导火的详细原因，也有待联邦航空署 FAA 的调查。公司新闻，戚家人编译。